早期的人生活较困苦，免鱼多是好野人才食会起的物件，量真少又搁价小悬，普通人是食袂起的。所以，就有人想办法用别项食材来做出食起来差不多的物件。这样食材吼，嘛有人叫伊冻皮，有人叫伊肉皮，嘛有人叫伊鸡脚筋，嘛有人叫伊鸡耳朵。这样食材出现吼，其实甲咱台湾吼古早的社会环境有关系。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